国际消息，咱要来看美国川普政府的国安团队，因加密的通讯软体，伫顶个月才互标出讲，因甲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加入来。这总编辑卖当为内底知影美军对也门的作战计划。不过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却是讲，这军组内底并无机密的内容。今嘛《纽约时报》标出来讲，赫格塞斯其实伊有另外一个私人的军组，甲也门的作战计划分享去这个军组内底。因那这个军组内底的人，包括因小弟、因看守，也有伊的律师。川普上任以来，已经针对也门武装组织青年运动发动真侪届的空袭。最近一届是顶礼拜对西部红海沿岸燃料港的轰炸。至少74个人死亡。内容讲是川普政府升级对也门的军事行动了后，史上上凄惨的一届攻击。3月期间，美国国安最高层的官员则因为美军对也门的空袭，发生漏泄机密的问题。苏当时一个敢若18个人，包含副总统范斯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兹、甲白宫幕僚长威尔斯的 Signal 加密军组内底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分享对也门的军事行动细节，甲即时动态。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高伯格竟然也伫军组内底，了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赶紧回讲，内容无牵连到机密。It's not war plans. There's no units, no locations, no routes, no flight paths, no sources, no methods, no classified information. 针对敢有漏泄机密，美国国防部代理检察长已经咧对伊展开调查。即马《纽约时报》佮加亚康讲，赫格塞斯佮有另外一个用伊本人的手机甲私人口罩开的Signal军组，伊也共款伫遐预告美军对也门的行动。军组内底除了伊的小弟、伊的私人律师，竟然佮有赫格塞斯的看守珍妮佛。珍妮佛·赫格塞斯是福斯新闻的前制作人，并不是五角大厦的官员。经过几个月，伊真侪届对伊的翁婿出访，并且参与韩国军事领袖的敏感会议，互《华尔街日报》写文章批评。因那赫格塞斯的小弟甲私人律师虽然拢伫国防部任职，《纽约时报》也指记讲，是安怎这两人需要先知影五角大厦的军事行动。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。